来继续来看台铁发生着暴力的事件，有一个男子撞坐区间车，因为音乐开收大声，列车长甲看到，安尼袂得，竟然甲列车长拍甲闹震动。伫迄昨一天内，台铁都有2个列车长互攻击，搁有一个旅客炸机师互逮捕。台铁再去开记者会，除了来谴责着暴力，嘛讲未来会来提升着建警律，保护着当人的安全。这个查甫人情绪积极，当伫月台顶以体格优势，催这个列车长搁甲摸几下下。那反抗过，那话救人，看到这个位面的人客拢惊着，赶紧报警。苗栗311乡嘉义火车站有人在打架。有查甫人客赶紧打进前，将2个人扭开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了解一下。他先呛我。好了，他就出来打架，我后来打流血，所以我要告他。警方到现场了，这个查甫人也未冷静落来，讲放掉要甲告。金哥，林姐。昨昏姓陈的查甫人坐台铁2223处的区间车，敢若是音乐开了伤大声，影响其他人客安宁，因为不满列车长甲苦劝，就发生冲突了。本案警方依法侦办，移送苗栗地检署。这个列车长为了无希望影响其他人客权益，虽然受伤嘛，继续尽伊的本分，也毋过事后嘛有告这个查甫人伤害。这几天台铁就发生真侪件类似的事件。而接新竹乌口的车头有9个人客骂站长。这天除了2223处列车的事件以外，台铁401处的头路过后有人客用手机等列车长，并且搁甲拍。491处的区间车受人举驾驶，和警方抓到。配合列车长来提出法律的一个告诉，相关所需的经费，台铁公司也会来全额的支应，严正的谴责暴力的一个行为，提高见警率，还有巡逻的频率。为了要保护当地的安全，即马台铁的态度嘛大正硬，会加强巡逻，就是要阻止类似的暴力事件搁发生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